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 Dinner Talk 2月份獅子座嘅感情占卜。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，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。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獅子座2月份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。有啲獅子座最近可能同一個對象發展緊，一開始嘅感覺係好新鮮、好曖昧，相處都係幾開心嘅。但係去到2月中左右，我會覺得你係開始有啲唔係好安心啊。可能係因為對方嘅態度，又或者係佢喺情人節冇乜安排，冇主動約你等等，令到你覺得佢同你對待呢段關係嘅方式，或者係對待呢段關係嘅期望都唔係好一致。你而家想要嘅其實係一段令到你係好安心同埋踏實嘅關係，但係暫時呢個人呢就未有同樣嘅想法。不過都唔使誤會嘅，因為而家冇唔代表將來都冇。咁我會覺得你哋認識同埋發展嘅時間始終都唔算係好長啊，可能大家都仲要少少時間去到相處同埋觀察對方。另外有啲獅子座，我會見到你身邊可能係有一個發展緊嘅對象嘅，但係呢段關係似乎已經停滯咗一段時間，你哋嘅交流可能少咗啦，互動冇以前咁多，慢慢就冇咗嗰種好曖昧或者開心嘅感覺，反而係有少少疏遠咗。咁去到今個月，我會覺得你係開始回復翻理性，唔會想等呢個人，亦都唔會想將時間同埋情緒放喺呢一段冇進展嘅關係入面啦。咁到最後，我會見到有啲已經有另一半嘅獅子座，其實喺呢段關係入面已經捱咗好耐，你同你另一半嘅感情已經係變到有名無實啊！咁去到今個月，你開始唔會想因為責任而留低，亦都唔想再勉強自己繼續一段已經冇乜感覺嘅關係。咁好有機會喺2月尾嘅時候，有啲獅子座可能係會結束呢一段感情嘅。咁獅子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個月再見啦，拜拜。